係啦，好叻女喎，圓圓。佢都食咯，一陣媽咪執翻啦。慢慢出喎，記住吹下佢先喎，睇住熱熱啊，知唔知？睇熱啊，睇住熱啊，知唔知？慢慢，慢慢，唔驚，有佢。澳門手信街間旅館發現一批軍火，包括本地炸彈同手槍。軍火專家到場領包，附近居民一度疏散。潘慧蘭報導。消防認為軍火有即時爆炸嘅危險，疏散附近居民。現場係澳門中區重慶手信街嘅寶龍新街，鋪頭都落晒閘。軍火專家呼召上樓，將炸彈引爆。吹下佢啦！炸彈機械人就喺樓下戒備，警員帶警犬吹下佢啦！睇下有冇其他爆炸品。事發喺朝早11點半，工人喺一間裝修緊工。本地電視記者潘慧良報道。再有懷疑警方內部文件經檔案分享軟件測試外泄，一批文件仲懷疑係屬於負責調查資料外泄。個懷疑係警方文件嘅檔案，包括各區負責好味咧，係咪啊？佢哋嘅辦公室、手提電話。好味道。商業罪案調查科今年3月向中區好味道。搜查嘅文件，清楚寫明搜查嘅原因、地址。黑啲瓜瓜食啊嘛，啲青瓜喺邊啊？文件上面有警方係啦。我哋向警察關係科查詢，佢哋話顯示文件可能會構成好味啊！罪。之前警隊機密資料案件就正你食啊？商業罪案調查科調查，有議員認為事件會削弱慢慢食喎，知唔知啊？即係佢前線去查啲電腦罪行嘅，佢自己都可以咁近期嘅文件就漏出街，咁即係意味住我哋普遍。